大家好，跟住嗰部分咧就會講下知識管理對於幼兒教育機構嘅重要性喎，即係知識管理咧對於幼稚園有啲咩重要性喎？咁主要咧有5個重要性㗎。首先咧，我哋第一個咧就係可以回應返資訊科技時代嘅挑戰喎。咁大家會留意到，其實呢個時代啦會有好多唔同嘅資訊喎，對於幼稚園老師啦定係小朋友嚟講都有唔同嘅資訊㗎。咁所以咧，我哋就有好多嘅資訊啦，需要去分析或者去收集，就可能好似依家嘅大數據時代，我哋有好多數據可以去做分析。咁我哋有呢啲大數據咧去進行分析嘅時候啦，就可以幫到行政嘅老師啊，去做到唔同嘅政策出嚟啊，甚至政府佢哋都會透過呢一啲嘅大數據啦，去安排到唔同嘅政策出嚟，咁就令到成個教育界都會有更加良好嘅發展啦。呢一個資訊時代嘅挑戰，咁就要做好個知識管理啦，咁就可以面對依家嘅挑戰，咁去幫翻行政老師去改進翻成間學校㗎喎。咁呢一個就係回應資訊時代嘅挑戰，大家要做到嘅事情啦。同時啊，其實喺幼稚園當中咧，老師都面對好多呢一啲嘅挑戰啊，就好似我哋會喺網上面咧去揾一啲教學活動，我哋一睇就睇到有幾百個咁樣喎，咁其實就唔知究竟邊一個係最適合自己嘅班別啊，最適合自己嗰一級㗎喎，咁於是咧，其實幼稚園咧建立一個內部嘅資料庫啦，去將一啲咧整理過、經過一啲驗證或者之前用過嘅教學活動同埋資源擺落去呢一個內部嘅資料庫當中啦，咁就可以係方便老師啦快速咁樣去搜尋同埋使用㗎喎。咁呢一個啦就係其中一個嘅幼稚園當中嘅例子啦。除咗頭先呢一個嘅資訊時代嘅挑戰啦，第二啦就會係回應短促嘅知識週期喎。咁即係其實我哋學習到嘅事情其實可能會過時㗎。譬如依家所學嘅知識啦，去過多10年8年之後咧，可能又會唔同咗喎。咁所以我哋咧需要不斷去進修啦，同埋咧會透過一啲知識嘅管理啦，知道咗乜嘢嘅知識係已經過時，係唔適切㗎啦。咁所以咧呢部分咧，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透過知識管理啦，透過認識其他人嘅知識，咁就去知道返自己嘅知識有啲乜嘢知識係已經過咗期嘅，或者唔係最新嘅，咁去不斷更新自己嘅知識啦。就例如啦，我哋有時會參加唔同嘅研討會啊，或者咧一啲分享會㗎喎。咁可能一個有關情緒社交嘅分享會當中，老師咧就可以逐漸咁樣發覺，哦，原來依家呢一個時代咧，我哋會有啲乜嘢嘅技巧去改進翻小朋友嘅社交能力，或者等佢哋去學識點樣去抒壓咁樣嘅喎。咁為咗老師學習咗一啲新嘅促進小朋友社交嘅技巧咧，咁就可以帶翻去幼稚園當中啦，去更新翻佢哋嘅教材同埋教學嘅資源啦。咁就同時可以確保咧，成間學校入邊嘅幼稚園老師啦，可以即時咧獲取一啲最新嘅資訊啦，咁啊去更新翻自己嘅知識啦，以確保咧自己嘅教學啦係有一個現代化嘅。所以啦，你就會見到幼稚園定期就會舉辦唔同嘅工作坊，甚至會請唔同嘅專家過嚟介紹新嘅教學理念或者教學嘅方法啦，等老師可以將呢一啲新嘅知識應用喺課堂入邊㗎。咁呢一個咧就係回應短促嘅知識周期嘅重要性啦，同埋佢嘅例子嚟嘅。第三個啦。就係提高機構嘅營運效益喎。咁一個有系統嘅知識管理啦，間幼稚園入邊咧會有一個檔案或者一個system去儲存呢一啲嘅知識㗎喎。咁就會包括咗可能呢一間幼稚園點樣去營運啊，咁樣都可以放入去呢一個知識管理入邊㗎喎。呢一個情況咧，營運啦，同埋有效率咁樣去利用呢一啲嘅資源㗎喎。咁就咧減少一啲不必要嘅開支啦。可能啊，幼稚園當中我哋會透過呢一啲嘅知識管理系統去記錄翻一啲教學嘅計劃就或者活動嘅效果。咁就同時亦都會分析翻一啲數據之後啦，可能收集一啲
家長嘅問卷啊，或者老師嘅反思之後，就會發現，哦，呢個活動嘅效果可能爭啲喎。咁有啲乜嘢嘅優化措施可以做到咧？有啲乜嘢嘅改善可以令到下次再舉行呢一個嘅活動啊，或者再做呢一個教學嘅時候有改進啦。咁就可以咧透過呢一啲嘅反思啊，同埋重點啦，去投入翻咧有效嘅教學活動喺下一次嘅活動當中噶啦。咁樣咧去安排一個更加有效咧嘅教學活動咧喺下次嘅教學當中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其中一個提高幼稚園啦嘅營運效益嚟嘅。咁就同時亦都可以減少翻一啲不必要嘅開支啦。另外亦都會支援專業嘅分享同埋促進持續嘅發展嘅喎。咁一個有系統嘅知識管理啦，就可以咧等老師可以分享自己嘅一啲專業嘅資訊啦，同時亦都可以鼓勵到老師有一個持續嘅發展同埋持續嘅進修嘅喎。就好似一間幼稚園當中啦，除咗有行政嘅會議之外，亦都會有一啲課程會，定期舉辦一啲課程會啦，咁就可以令到老師啦分享翻自己呢一級嘅一啲成功嘅教學經驗啊，咁等其他級嘅老師或者其他班別嘅老師去學習一下點樣去有效管理自己嘅班級啊，甚至去點樣激發小朋友嘅學習興趣啊，老師之間咧彼此嘅互動啊，彼此嘅學習咧，亦都可以提升翻成間幼稚園嘅教學水平噶，咁就同時亦都可以促進翻個團隊合作嘅。跟住最後一個啦，就係鼓勵教學創新喎。咁我哋有大量嘅支援之後，我哋點樣去呢一啲既有嘅知識當中啦，點樣去變革，去提取當中新嘅概念喎。咁樣咧，亦都係我哋最想喺知識管理當中啦，去做得到嘅重點嚟。因為我哋希望透過有系統啦，同埋有效嘅知識管理，可以激發翻老師嘅創新思維啦，鼓勵佢哋去探索一啲新嘅教學方式，或者一啲工具嘅，去提升翻啦小朋友嘅學習效果噶。咁所以啦，喺呢一個資訊時代入邊啦，咁資訊係會過時，咁所以我哋需要啦，去不斷去揾唔同新嘅資訊翻嚟啦。我哋要透過呢一啲嘅知識管理啦，去揾到一啲好嘅管理幼稚園嘅技巧啊，或者去建立一個好嘅平台，等幼稚園老師去分享唔同嘅資訊或者經驗咁樣啦，咁就可以咧鼓勵到大家嘅教學創新啦，咁就去透過過往嘅經驗去學識點樣去變革喎。咁呢一個啦，就係我哋會去做知識管理嘅原因啦。所有嘅知識管理其實背後嘅目標咧，都係希望有助去改善翻小朋友嘅學習經驗啦，提升翻成個嘅教學成果㗎。